花西在地新闻，要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的朱立伦，早起召开中外记者会，除了发表伊的政策，嘛对蔡总统执政3年做总体检。朱立伦认为，蔡总统拼政治100分，但是拼经济0分。有关两化关系，朱立伦认为都要求同存异。伊主张两化领导人伫金门会面发表和平宣言。蔡英文治国无方，只顾建枪。国民党总统初选已参选人朱立伦对总统蔡英文3党来施政总体检，拼政治100分，反中恐中也是100分，还有一个100分，就是意识形态凭经济是0分，国际空间是0分，对于台湾安全也是0分。召开中外记者会，朱立伦认为3党来蔡政府政治无和谐，两化无稳定，经济无成长，后面将面临高厝价甲空气污染，比中台关系行伫高风险的道路，强调台湾无应该升悬两化对抗局势。两岸关系，我一再强调一个基本态度：求同尊异。两岸领导人应该有金门会谈，不要再到国外，就在金门会谈，能够有和平宣言的发表。朱立伦是国民党第一个抛出政策牛肉总统初选已参选人，韩国瑜嘛表示愿意接受国民党征调参选总统，佮讲若是当选，一定高用办公。均衡南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，也是一定要做的啊。但是我们相信大家对于政治首都在台北，这是已经几乎可以算是全民的一个共识。那个牵涉的太多了，我们要先了解他怎么想，所以对他的想法我们是很难做评论。韩国瑜抛出新想法，不但党内竞争者看法无同，然后南北发展议题，正做政党焦点。